今年第24号风台风线已经形成啊，虽然无直接扫来台湾，不过明仔载开始，风台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加做伙，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和东北部会透风落雨。若后礼拜一暗时是风雨上猛的时阵，花莲嘛要注意，可能会落大水雨。全台湾连续几落天的好天气，伫咧18拜六半暝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天气会明显转变。礼拜全台湾落雨机会拢增加。气象署讲，伫18透早2点形成的风台风神，行对南海去，直接来台湾的机会无大。不过后礼拜一到拜二，自南海北平山顶东时阵，甲东北季风形成强伴效应，会落雨。迎风面地区的雨势是非常的明显。20到21号这段时间呢，公办效应的这个影响会更加的明显。后礼拜一到拜二，桃园以北、宜兰花莲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，北海岸东半部、东部山区或是豪雨顶级。气象署甲天气风险管理公司讲，北花莲要特别注意。靠近太鲁阁、秀林乡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是很有机会达到豪雨，甚至到大豪雨的这个程度哦。18早起10点4分有地震，宜兰花莲甲北部民众拢有感觉。宜兰县也搁发国家级警报。气象署讲，地震的规模5.3，上大震度3级，深度14.3公里，震央伫花莲外海。地震形成的主要的原因是由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互的碰撞。菲律宾海板块隐没的时候，在隐没带的上缘这边，然后发生地震。3级的震度主要是在宜兰县的南部跟花莲县的北部哦。高铁讲，列车运转无受影响，台北这份加新北这份的宽增线，拢照 SOP 列车慢速行驶顺检，暂时无异常汇报，正常营运。地动七部中心讲，地动规模5.3，所来一个地动尾会连续3天，可能会有4.5到5级的地动，大家也是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